Hello，我係今次嘅演員，我叫做振振啦。咁喺呢套戲入面咧，就會飾演係賭者嘅家屬啦。另外仲有一個佢比較特別咧，就叫做黑貓嘅。咁呢隻黑貓咧，其實就係象徵博彩業入面嘅賭博呢一個活動啦。咁我就覺得喺呢套劇入面咧，其實賭博真係即係好似一個大環境咁樣影響咗呢個時代、呢個社會入面嘅好多唔同嘅人啊，甚至係家庭。咁每一個家庭或者係人咧，都可能會受呢一個大時代影響咧，咁佢哋會有啲唔同嘅命運咁樣啦。咁我就覺得喺排練嘅過程入面咧，我就覺得飾演黑貓呢都幾特別嘅，因為佢又係一個好似一個環境啦，又係好似一隻生物，但係其實咧佢就係同人亦都會有啲互動嘅喎，佢會為你帶嚟影響，或者會為你帶嚟一啲利益，即係有啲甜頭，又或者可能會破壞咗你成個家庭咁樣咯。咁我就覺得其實喺另外咧係有一個賭者嘅一個空間入面咧，我可以講少少一啲活動內容啊嘛，係啦。咁其實呢個活動咧當你參與入去嘅時候咧，其實有啲嘢好似係俾一個命運嘅安排咁，但係又唔一定喎，因為其實你可以憑住每一個人嘅唔同嘅選擇啦，咁去改變你自己人生咯。咁你都有參與人一故事劇場故事收集啦，喺呢個過程當中有冇啲令你深刻嘅印象咧？有，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位分享者講佢哋嘅故事嘅時候，我覺得佢哋係非常堅強嘅人，因為其實係好難先至可以踏出第一步，想去改變自己嘅人生，去呢一個機構度分享佢哋故事啦，甚至係同其他人一齊連結啦，同埋去支持對方嘅。咁佢哋講出佢哋嘅故事，都影響咗我好多，同埋某程度上都有觸動到我嘅。